際公開錦標賽杯賽嘅第2場初賽啊，咁啊先交代下線道先啦。咁由左至右數落去㗎。咁第一線呢就係香港嘅警察龍舟會藍隊，咁第2線呢就係顯利同慶龍，而第3線呢就係香港嘅警察龍舟會紅隊，第4線就係中國南海遠航九江龍舟隊，第5線呢就係大澳駿二龍，而第6線嘅呢就係港島龍獎會啊。第7線嘅就係宜昌龍舟隊，而第8線嘅呢就係科達機電工程有限公司㗎。咁呢一場嘅比賽呢，就係大家個選手呢唔一定要贏第一啦，咁但係最好呢就係頭2名，咁因為頭2名嘅話呢，就可以直接呢係晉身過去呢個總決賽㗎啦。咁若然係第3或者以後嗰啲名次呢，就需要再進行複賽，咁所以體力呢就係差唔少㗎。咁比賽呢就係去咗100零米左右啦。咁而家呢就係見到啊2號龍呢就係顯利同慶龍呢應該係有少少嘅優勢㗎。其實大會咧就安排咗啲等船喺度啦，目的咧都係希望啊，等個賽區咧唔好太多浪。咁雖然係咁啫喎，咁但係喺呢兩個比賽裏邊咧都有唔少咧沉龍出現㗎，好多船都入咗水。咁而家睇翻賽事先啦，咁啊開始進入呢個200米左右㗎啦。咁而家見到咧突咗出嚟咧，就應該咧就係呢一個顯利同慶龍啊，同埋呢一個7號線嘅宜昌龍舟隊。咁不過咧就係角度問題。而家去到較為正中嘅位置裏邊啦，咁見到咧的而且確就係2號嘅顯利同慶龍咧係有少少嘅優勢㗎。已經過咗200米啦，冇錯啦，就係見到顯利同慶龍啊，經已係帶出咗1隻嘅船位啦。咁至於第2名緊隨其後咧，就係中國南海遠航九江龍舟隊，佢哋琴日咧就係贏咗 SIPA 嘅精英賽嘅喎，應該呢兩隊可能係順利入到總決賽喎。好啦，咁啊睇你賽事咧，而家咧進到最後階段啦。咁啊2號嘅顯利同慶龍咧依然咧係有力啊。咁啊但係咧已經係俾隔離咧見到咧就係港島龍獎會追近咗少少。咁而家見到咧係九江龍咧亦都係開始發力上嚟啊。咁但係始終咧前面咧2號龍顯利同慶龍咧係幾好啊。咁啊順住水流而家咧係有機會咁啊，而且咧兼且已